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按摩治療師 Helen。咁近日咧，我收到好多嘅查詢啦，關於做深蹲嘅時候有個胯寬卡住嘅感覺，或者係膝頭哥會痛呢個問題。咁點樣去解決或者調理？咁我今日咧先同大家去解決咗個胯寬咧卡住，點樣去做檢查啦？你係咪真係有呢個問題啦？同埋喺邊個位置係卡住咗咧？咁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？咁啊，即刻跟住我嚟做一個檢測先。我哋先將咧個腿前後咁樣放 ，OK。咁個人要坐直嘅，你可以將手擺落去你個 pat pat 個位置，感覺下你有冇坐咗落去地下度。咁你最多咧得一個拳頭嘅高度嘅啫 ，OK。咁如果你係高過一個拳頭咧，即係證明你個胯咧其實卡得好犀利，啲筋膜咧完全係黏連張住咗，喐唔到嘅。咁譬如有啲人咧就會係喺個褲骨上邊，你可以摸到褲骨嘅連接盤骨同大腿之間嗰個位置，你摸落去有冇酸脹痛呢啲問題？咁如果係呢一度有問題啦，或者係喺盤骨近屁股後邊，即係臀大肌、臀小肌、臀中肌呢啲位置出現咗酸痛感咧，即係個筋膜個結節啦，或者係卡感咧，就喺呢一度去發生嘅。咁有一啲寶寶咧就會係內側鼠蹊位嘅地方卡，咁即係內側嘅大腿肌力唔夠，咁好多時就會有譬如 X 型腳啦、膝頭哥痛啦，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嘅。咁無論係點都好啦，咁我今日呢一組運動咧，呢個動作咧就除咗去檢測之外咧，同時亦都可以幫你放鬆翻你嘅盤骨，令到我哋嘅靈活性比較提升嘅。咁腿咧向前方呢個腿個膝頭哥嘅位置，大概我哋係45度。咁個身體咧輕微咁向前傾，然之後向後坐低。你個腦一定要話俾自己聽，我個 pat pat 要掂住個地下嚟去坐嘅。咁盡量將佢貼到地下為止啦。咁啊前後咁樣去做，每一次咧都會做30下。咁我哋就唔需要理前面呢一隻腳會唔會翹起啊，定係要貼地啊？呢啲通通唔需要考慮嘅。你淨係需要向前，再用一個搖擺嘅動力將自己坐落去。好，記得保持正常嘅呼吸喎。咁亦都係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啦。坐直個人嘅時候，如果你真係完全係會歪嘅，咁歪咗落去，即係證明嗰一邊咧會比較卡嘅感覺會再大啲，或者係個部位係會特別多嘅地方係有卡感咯。咁我哋坐直嘅時候咧，就用翻另外一隻腳嘅另外一個方向45度角啦，向前傾，向後坐。